法的修正草案伫南北主导通过协定基础上，侪是当延20档哦。民进党是批评讲这是误想修法，环保团体嘛正不满讲协定厂研议的安全审查甲核废料安全处理，拢无配合的通过研议的法案。今仔甲破新闻，咱就请吴希木来为咱说明讲修正案审讨了后的影响。是主播，有关法司法经过南北合作，伫咧5月13审讨通过。内容写讲哦，核电厂运转执照这个有效期间无变，上长也是40年。不过基本了后咧，会当来申请讲换执照，已经停止运转的核电厂嘛会当来请讲搁再停放哦。也这个时间上长会当延到20年。好，这个法案通过了后，民进党立委批评南北黑白母，也南北是调到转去。民进党立委张启凯就讲，即马研议即个核电研议有法源，不过主动权有关是伫咧民进党身上。虽讲台电无申请研议，也是讲行政院无通过研议，即个核电就也是无法度来停放。爱另外，莫干那会晓抹黑。抹黑环保团体可能就毋是安尼想，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就牵制在野讲通过即个案哦，毋若是要互核3厂停放。已经独一的核1厂、核2厂嘛，包括在内，安尼做根本是无顾居民的生命安全。也台湾环保联盟嘛发布声明讲，反对老旧的核电厂搁再运转，是呼吁行政院就要提出抗议。好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就讲话啊，伊讲哦，爱独一的有关是爱独一，也核3厂离合机，会伫咧5月17来独一，也未来若要搁再运转，就要通过安全的检查。也这个时间，台电是估算讲爱3档半，政府是一定会确保咱民众安全，确保核能的安全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，甲时间交等候主播。